我爸这招无情个人也太狠了，事先都没有透露半点风声。嗨，你爸藏了来世母女这么多年都没人知道，现在让静媛来接替来雪的位置，还邀请她住在乔家。你是没见着你哥呀？表面平静，内心真是澎湃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都在办公室里，谁也不见。要不我让婉晴去看看他？好啊，让婉晴嫂子去问一下，帆，你是选我呀，还是选静媛？那你说他到底会选谁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别来问我好吗？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发什么脾气？你对我吼什么吼啊？不是我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对你，我实在是最近事儿太多了，我忙不过来。这样，以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女孩的心理来看，她会选谁呀？一个是让我一蹶不振、一举消沉了8年的人，另一个让我死而复生，带着爱重新起航。你说我会选谁？我都选。什么？这是一个男人的真心话。要不是你哥哥旧情难忘，那现在也不至于这么忐忑呀。男人就是这个货。那你不是男人啊？为你我可以不是。真的？真的。去吃早饭。有东西吃吗？福婶，把先生早饭拿出来。好的，太太。你去香港谈事情顺利吗？挺好的，需要时间磨合，牵扯很多事情，还需要你爸拍板。也是啊，我爸不要我哥碰这个项目，如果真的谈成，他俩的关系就真的雪上加霜了。你放心吧，那是一定的结果。哎，你知道昨天公司的人都在讲什么吗？我没上班，我哪知道啊？你爸从美国请来了一个叫静媛的人，来接替你的位置。听说她是金帆的前女友。这个名字我听说过，在美国我听明娇提起过，可她不是结婚了吗？听说半年前已经离婚了，现在回国发展。你爸还真够狠的，自己阻止不了金帆跟婉晴的恋情，却找来一个叫静媛的人吓吓他们。那我哥看到他是什么反应啊？我当初见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她漂亮吗？以静媛的姿色，足够能让婉晴感到不安。你哥啊，真是艳福不浅啊，身边的女人都是绝色。哎，你没看到那个静媛看你哥的表情？余情未了啊。那婉晴知道吗？任何男人都不会自找麻烦的。一鸟在手，不如百鸟在林啊。你再说你自己吧。你希望婉晴跟我哥分手，你好趁虚而入是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要是去做妇科检查的话，顺便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幻想症。哼，我有幻想症，你就是自大狂。你跟我讲话最好客气一点。我是因为不想动胎气，所以我才压着脾气讨好你。我一天没搞清楚你脸上的抓痕是谁抓的，我就一天不罢休。随你怎么想，不要影响我上班的心情。莫林天，我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公司到底是哪个狐狸精把你迷得团团转，让你整天想往公司里跑？我怀的是你的孩子，你有哪一次陪我去做过检查？你跟我在一起不过是想攀乔家的关系吧？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，就把它当成真的吧。反正我现在谁都不怕。我要是离开乔氏，你爸跟你哥都会忍着气挽留我的。莫林天，你没良心！
所以你永远得不到夏婉晴，你活该。你再给我说一遍试试。怎么？你想打我呀？打呀！你最好把我打到流产。反正我们第一个孩子也是这么阵亡的。来雪，那一次的意外，难道不是你的手段吗？难道不是你故意陷害婉晴吗？你这是活该！你说什么呢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好啊，既然你那么讨厌现在的关系，我马上把孩子打掉。你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好，你什么时候把孩子打掉，那咱们俩的关系就什么时候结束。你，福婶，把我包拿来。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？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所以你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？你没必要这么绝情。就是你今天再打我，我也不会闪躲。我还是爱你的。如果你以后再来找我，我就去告诉来雪或者乔金帆。为了金帆的事业，你是不会告诉他的。至于来雪，我才不在乎。过去的爱是不可以回头的。对你不成，对金帆和静媛却可以。你难道不知道他回来了吗？乔金帆真的没有告诉你啊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真替你难过。静媛已经回到乔家，接替来雪的工作了。接下来，她要住进乔家，每天都跟乔金帆朝夕相对，他们都可以旧情复燃。我跟你一样可以啊。你别胡说，我比任何人都相信乔金帆。如果乔家人接受你的话，那么乔继云也不会让静媛回来。乔家上下对静媛喜爱有加，你要是跟他比起来，真的什么都不是。就连明娇也会选择他，只有我才会关心你的感受，跟你做朋友。乔金帆跟你不一样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打个电话去乔家，这样的话，你什么都能明白。为了金帆的事业，你是不会告诉他的。过去的爱是不可以回头的。对你不成，对金帆和静媛却可以。你难道不知道他回来了吗？乔金帆真的没有告诉你吗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叫静媛小姐接电话。啊，静媛小姐她不在，刚刚乔总送她去酒店了。你的未来只有我，我的未来只有你，你是我的。喂，在哪里啊？上班路上。今天晚上，我想和你一起吃饭。到时候再说吧。下班打电话。静媛，不好意思，让你搬来搬去的。我理解，只是我有点怕一个人住在这儿。
酒店楼下有很多的商场，你可以让明娇过来陪你逛逛。还有，我已经跟主管说过了，你的起居生活由他负责。谢谢你，金帆，我会自己慢慢适应的。那我就不送你上去了，我还有回公司开会呢。你有什么事打给我。金帆，我可以有个要求吗？什么事？金帆，你可以再抱我一下吗？喂，景月，景月，婉晴。婉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哥怎么惹你了？回去我帮你出气。你哥跟我说，静媛回来了。这个笨蛋，他告诉你了？我明明跟他说，让他别告诉你的。你还叫他别告诉我？明娇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为了一个什么静媛，居然出卖我们这种生死之交，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！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先听我说啊，这件事情吧，我跟我哥都是无辜的，是我爸把静媛从美国请回来，聘请她在乔氏工作，想拆散你跟我哥。我妈跟我奶奶都是昨天下午才收到的最后通牒。静媛的爸爸当年是因为我哥而死的，我们乔家有愧于他，他现在无亲无故，大家都不想再伤害他了。我爸爸更想把他留在家里住。朝夕相处，近水楼台啊！我哥更狠，昨天啊，我们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，直接在全家人面前告诉静媛，就快要跟你结婚了。后来还安排人家回酒店去住了，都是为了怕你生气。皇天在上，我乔明娇没有半句虚言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没关系，算了算了，高高兴兴谈恋爱。谈恋爱的女人有病自愈，失恋的女人百病丛生。那他干嘛不直接跟我说啊？我是怕你会胡思乱想，所以想处理好之后再跟你说。走了，走吧，我也走。喂，去哪儿啊？哎，喝这个，喝一口心情好。来吧，来。哎呀，哇！你从我面前消失，我心情才会好。不会吧？你就让我看看你吧。你怎么还不消失？哎呀，放不了，粘住了，放不开啊，怎么办？啊？那把它砍掉啊！但是我的手粘住你的手，怎么砍啊？那把我的手也砍掉，咱俩互不相欠了。那太残忍了吧？好了，我真的害怕了。我跟静媛什么都没有。我看到人家抱着你。那是他抱我，又不是我抱他。吃醋了？走开！我错了，那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会让他再有机会抱着我。我还邀请了他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呢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那我就让他别来了。那你干嘛不直接跟我说呀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没事了。讨厌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静媛小姐，今早有份礼物放在了前台，是一位很帅的先生亲自送过来的。帮我把它扔掉吧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如果这个人再出现在这儿的话，你就告诉他我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，好吗？好的。静媛小姐，有人在办公室等你，不是送这礼物的人，是从前做您这岗位的领导来雪小姐。来，这是我在乔氏的会议记录，另外这是凌天商业计划及高智能项目，你看一下。还有，
这是即将开盘的雍锦水岸推广书，你都看一下。这是我产假前做的。谢谢你啊，来雪。你别这么客气，你才刚上任，很多事情都需要磨合。现在是乔氏的作战时期，美国做事体系跟中国的又不一样，我也不希望我的心血白费啊。回头我给一些客户打个电话，到时候你做事就事半功倍了。你请产假的时候还要主动帮我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金帆是我哥，婉晴又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们这么重视你，我当然要帮你了。是金帆让你来的吧？不是，是婉晴叫我来的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他不知道我已经回国了。他们感情那么好，什么都会说的。是吗？静媛，我知道你没什么亲人，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，都可以找我。可以开会了吗？老公，我跟静媛谈得很好呢。你的事林天跟我提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老公，下班记得给我打电话啊。谢谢你啊，来雪。不客气，我走了。来雪，你什么意思？哼，我只是想毁掉他追回金帆的梦。我想你对夏婉晴的梦也该醒了。另外，我觉得好奇怪啊，你对我哥身边的女人好像都特别感兴趣。你们在香港出差这几天呢，公司的几个项目都有些跟进，所以我想向乔总先汇报一下。行，自己人开会，精简一点。好，那我就先谈谈静园接手的那个宣传项目，也就是雍雅水岸的那个民住用宅的推广。这个项目呢，是乔氏第一次在地铁视频做的销售宣传，所以静园，你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想法要跟乔总反映一下？我刚来，第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。那我们就先按照原来的计划推广吧。好，那我就再谈谈莫总的零天商务计划。地盘动工计划还算顺利，不过以往呢，业界有很多项目都是虎头蛇尾，所以我觉得乔氏这个楼盘，这一次应该打的旗号是贯彻始终的优质性。莫总，你怎么看？Good idea， 我没什么意见。那我们不如今天就小组讨论一下关于香港那块地皮的事吧。乔总啊，你觉得那块地皮是一个好项目吗？特别好，环境很好，很有潜质。我已经派人做了同区5年以内楼价的走势还有评估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准备在将军澳打造第一个豪宅项目。那有没有更详细的解决方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还在探讨，还在评估之中吗？没事，你有什么事可以问林天。还有，人事那边你问你爸爸，那边是他把关。这块地能不能拿下，还要看这个银行贷款怎么样。我们暂时先报告一下吧。静小姐，你的花，10分钟前送来的。是上午送巧克力的那个人送的吗？不是，是花店送的。
我把它扔掉。好。哦，还有，我在这边没有亲人，也没有任何朋友。如果下次再有人来送东西的话，你就说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在这上班。好的。金帆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好。我可不可以搬回乔家，不住在酒店？我怕住在酒店不安全。酒店不是有保安吗？而且各种服务都很到位的，不会不安全的。还有，婉晴因为上午那件事，她有点误会，我好不容易才跟她解释清楚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住几天，如果真的有问题，你再告诉我，好吧？行。静媛，是不是刚回国有点不适应啊？我顺道送你回去吧，正好可以聊聊工作上的事情。你老婆在家里等着你，你就别管了。我让阿创送静媛回去就好了。对，我跟静媛反正早就认识，为你好啊，要不然来雪又要找我们哭诉了。什么？哭诉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过去了，回家吃饭。走了。金帆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，一生都爱你。喂。哼。小创，你是要走了吗？你能送我上楼吗？不好意思。不是我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真的来不及了。明娇让我去接她，再不去小命难保。其实这儿的保安还行，放心吧。明娇的脾气是需要人哄的。是。那你快去吧，你把我送到这儿已经很好了。我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，你在躲什么？下次有机会再告诉你吧。行，如果你不方便跟我说，你可以直接告诉金帆。能有什么事啊？你快去吧。好，走了，拜。请问是静媛小姐吗？这是聂先生给你的。总裁吗？我是静媛，请帮我看一下，我房间门口是不是有人？退回来1000万。他下午打电话告诉我，让我跟你说，退回来的是一半。不好意思。算了，小创，我也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怕，将来他再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不会。他现在以为我跟他是一路的，这个钱只是为了让他相信，你不信任我。只要来凤仪一天不醒，我爸就不会有什么动作。那要是醒了呢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哎呀，
我是怕他把这个账算在金帆身上。也不知道香港那边谈得怎么样了。香港那边现在只是洽谈的阶段，还没有签落实的文件。你放心，我会盯着。阿姨，相信我。当当当当，超级有爱的饭后甜点来喽！哦，忙了1小时就做这个是吧？不错，大工程。很不错了，好吗？看看上面还有碎的杏仁粒儿呢。嗯，是这个粉碎状物质是吧？好，卖相好。爱吃不吃，再不吃反正都化了。艺术品不能吃。你吃不吃？快吃！说完之后，帮我录个手机铃声啊，要像我哥和婉晴的那样，超甜蜜的，是吧？太高调了吧？不要！我就喜欢高调，你录不录？我还是吃吧。哎呀，我把这个给你爸爸送去啊。纪云，明娇给你做的香蕉船，是做给小创的吧？哎呀，我等会儿再吃吧。怎么了？还在为静媛搬回酒店生气呢？我能管得着吗？我已经被他打下去了，不能反击了。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过去对静媛要生要死，现在好了，形同陌路。哎，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嘛。再说了，现在的年轻人，感情的事儿，哪家的家长能管得了啊？他爱跟谁都行，就是不能和夏婉晴。哎呦，你看你，不要生气了，我们不聊他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以不说他吗？他做什么事情都要我操心。啊，就香港什么房地产项目，哪个不是心腹？都是心腹。被他那些心腹骗了还不知道。不行，我要和赵后，还有凌天去趟香港。纪云，这2个人真的这么可靠吗？赵后从很小年纪开始就跟着我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至于凌天，都是半个儿子了。啊，还有，如果我们乔氏有什么问题，由他们2个处理，哪个做事情不是图利啊？我有分寸的。回来了，振中来看我们了。好久不见了，最近怎么样？啊，你们结婚的时候啊，我刚好在外地做一个采访，没赶得上参加你们的婚礼。这不，找时间请你们俩吃饭庆祝。不用了，老同学这么客气干嘛？再说了，也没那个必要。哎，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，转去财经周刊当副编。这是新的周刊啊，不错啊，好好努力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住的比较远，我先回去了，改天咱们再聊。啊，那我送你吧。好。我们随时保持联络。好好好，那我先一路上小心啊！啊，再见啊！你在搞什么？我不想再这么被动。在我开始讨厌自己前，我想要找回原来的自己。当我需要发现有用的新闻的时候，至少会多出一支笔来帮我。一个3流记者能帮你什么忙？你现在在放产假，公司的事情你还是少管吧。哼，没有人会拒绝一个优秀的免费员工。只要我多投入，我就有一些机会可以多接近静媛。
然后让我哥多接受我。所以说，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让我留意你哥。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来雪，你的情绪能不能稳定一点？能不能不要让我一想到回家，就觉得疲惫不堪？为什么疲惫不堪？见到我就疲惫不堪，见到夏婉晴会不会疲惫不堪啊？这和夏婉晴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以后不许去跟乔金帆诉苦。哼，我实在想不到理由跟你说可以。我到底做什么了，让你这么发神经啊？你在精神上不忠于我，这就是报应。我知道你脸上的抓痕是婉晴留给你的，哼，今天一大早还跟人家纠缠不清呢。你跟踪我？我跟踪你怎么了？不管你怎么做，你永远赢不了我哥乔金帆。你想让我陷入千夫所指的局面吗？哼，还是你了解我。当一个女人怀孕，身边的人就会对她伸出援手，这可是你们男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权利。那你还不够狠，你应该到婉晴那边再捅我一刀。亲爱的，谢谢你提醒我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，我不想再跟你聊下去了，不如我们分居吧。这个家不是你搬就是我搬。在我的世界，我能说分手，你没有资格。为了进乔家，你就对我百依百顺，把我骗到手。怎么，现在有不可取代的地位，就看不上我，把我踢到一边去，好去找夏婉晴是吗？你没有资格把婉晴的名字挂在嘴边。婉晴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抢走凌天，你看在我孩子的份上，不要拆散我的家庭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来雪，你别这样。哎，你怎么又跟莫凌天勾搭上了？你不是在跟乔金帆谈恋爱吗？哎呀，这莫凌天怎么能比得上乔金帆呢？我说你这脑子进水了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别再添乱了。莫凌天是有妇之夫。婉晴怎么可能跟他有关系呢？现在有不少女孩啊，就喜欢有夫之夫。结果呢，有什么好？最后不还是两败俱伤？婉晴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婉晴啊，老实告诉爸，你跟莫凌天还有来往吗？没有。好了，你听到了吗？当初莫凌天把我们家婉晴抛弃的时候，婉晴可没有大半夜的跑人家里去按门铃。今天你们夫妻出了问题，你应该去找莫凌天，而不是跑到这里来找婉晴啊。我就怕莫凌天跟婉晴还有接触，最后送我一个家变。我们家婉晴不会做这种丢脸的事儿的。好，那你直截了当的说，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想干什么？那我就开门见山。我要夏董承诺，夏婉晴不会再跟莫凌天有所接触。要是我们夏董不给你这个承诺呢？那我就一尸两命，死在华朗集团，还有你们家大门口。把你们家那个混蛋给我叫过来！夏董，对不起啊，没想到那个疯女人跑到这里来闹。疯女人？
他还知道到我这儿来唱苦情戏，他疯吗？你知道吗？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笨的日子，就是谈恋爱跟怀孕的期间。这个来雪，她要是挺过这一关，将来绝对是个女强人的料子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去安抚安抚她，把她收为你自己的武器？将来对你只有好处。你这样闹下去的话，乔继云知道了怎么办？你说你和乔家的事儿，干嘛闹到我们这儿来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说说看。我被来雪给骗了。金帆跟婉晴的事，根本就是一个骗局，都是那个人一手做出来的。他逼婉晴去法国，让金帆和婉晴搞在一起，然后他来勾引我。他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，他只是为了拿到我手上那2个大项目，可以成为他们进乔家的筹码。我从头到尾都被他给算计了，我还生生的把婉晴推到乔金帆那里。我真不是人，我对不起婉晴。原来是这样，郑儿，你好好开导开导他吧。知道懊悔还有点救。啊，你现在啊，首先就是要找回你自己当年的雄心。啊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当初你是怎么跟我在地产界杀出一条血路，成为我夏正朗看好的接班人。好好回想。而如今你想在乔氏站稳脚跟，你凭的是什么？凭的是你手上那2个项目啊，那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对吧？现在被一个女人搞乱了你的信念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夏董，您对我家和万事兴啊！先把家里那些拖泥带水的事处理干净，再来跟我谈正事儿。是。去看看你老婆吧，她在婉清房间。你们真的很般配。来雪，休息吧，你今天就睡在我的房间吧，可以吗？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还住在同一个寝室吗？也是，要不是为了莫林天，我们会是好姐妹的。婉晴，我想求你，请你一定要答应我。我以前从你手上把莫林天抢过来，但是我求你，你放过我和宝宝好不好？请你不要记恨我好不好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当然不会记恨你了，你一定不会碰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不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看好静媛的。我现在跟他关系可好了，我绝不会让他破坏你跟金帆哥的啊。安雪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比任何人都相信金帆。其实到现在，我已经明白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了。现在再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脆弱。其
其实，现在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对我来说，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。就比如我跟莫凌天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照顾好自己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，这才是对凌天最大的帮助。另外还要跟凌天好好的过日子，不是吗？对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给凌天添麻烦。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，一定。你们一定会很好的。对。想要对你说。